一個好啲家庭咯，喺學所係輕鬆家庭嘅係。佢看到啊，佢啲人闽南嘅啊，客家闽南，後窗南叫嘅邊個喎？韓國親戚嚟嘅，後窗叫慈家人啊，要木咧嗰啲慈家人啊，當年佢咩似㗎？慈家人，因為似係一個似牌。在師範嘅宿舍中啊，係會上到啊，先見嘅記載啊，也係人類歷史，體現珍貴啊嘅師範嘅太尉時代嘅開始咯，係。其實師範嘅雙啲嘅，也師範嘅設立係基於雙啲嘅知識嚟設立嘅咯。啊，像第二像第二嘅師範嘅師傅，也係將來嘅雙師傅一樣。只不過我哋在呢在天上學識超咧在天上嘅敬拜嘅模式，無論我哋創造好唔好佢就我哋稱為我哋嘅力量來敬拜我哋嘅天父。咁超我哋超嚟叫佢教莊講嘢，看起來我哋嘅沙巴嘅文化咯，叫裝客家歌超係後廚夫好像就是前幾種所講。我哋創業時個佢知識形成所講